新德县长杨文科连任了后，讲未来要伫个湖口起一个新的生命纪念园区，却引起在地人的反弹。新的乡长当选人吴淑君表示，县政府应该爱大声加强地方生活甲交通，这是符合民众需求。新的县长杨文科顺利连任，在主管会议提出未来施政重点，其中包括要在湖口乡建立生命纪念园区。消息一出，连绵引起湖口在地乡亲反对。会很担忧它的空污，还有它的落成、居住环境的品质下降，还有像河川的污染。村民是坚决的反对。菠萝村怎么可能要有2座的生命园区呢？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。那现在，尤其是这几天下雨天，那个交通的瓶颈，你随时看到都是在打结的。引起民众反对，主要是因为暗算新起的地点附近拢是学校，恐惊会严重影响学生上课品质。调查的结果，这个学校呢，距离生命园区几乎都有700-800公尺以上的一个距离，也不会影响我们学生上下课，也不会影响我们学生教学的一些问题。乡亲的一些意见呢，都是一个很好的意见。我们县府呢，会不停地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。民众讲，目前湖口已经有一间私人的生命纪念园区，而且以乡内人口数8万人来讲，根本无需要搁再起新的，表达坚决反对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